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阿强啊，扰乱咱台湾是无时停，互中国的解放军看作是小航空母舰的两栖攻击舰，讲要来偏入到上界挖进台湾的东部的战区，这对台湾是造成真大的威胁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要求全体国军爱来建立到处处拢是战场、处处拢爱训练的观念。讲因为两花一个站起来，每一个所在拢会是战场。咱的海军总是伫个西南海域实弹演练，中国阁派9台的军机来扰乱咱的西南空域。中国7号派9台军机拢去台湾西南边防空区，创下12月以来进入台湾上济摆的纪录。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7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那公布赶因走，空军嘛用巡逻兵应对。咱台湾海军同一天嘛伫咧西南海做防空训练，进入台湾强起有8台主战机，互大家都唔敢放放风。有没有针对性啊？我们这不做这评论啊，这已经很严峻了，因为他中共对我们的动作，不管是海上、空中，这个现在没有停过。这一回我们也是审慎的来管控。另外一方面，亲像是中国4台航空母舰会当载直升机、空气船和两栖车，进前出现伫浙江舟山的海军基地，可能是上我台湾的东部战区，对台湾有真大威胁。国防部长邱国正7号要求台湾的国军配拢爱拼较硬咧。北中南东都有敌情，如果一旦台湾防卫作战开打的话，那不就是处处都是战场？那训练当中是以战斗的状况为背景，是一个想定，所以我实时做训练。面对强军有真侪军事动作，国军透过训练经营战场，就是要强军唔敢挖过来。